大家好。想介紹下呢清朝嘅獻支郵票。咁清朝嘅獻支郵票呢，就主要有3種。咁首先呢，就係之前用一個繁龍加蓋嘅獻支郵票。咁繁龍加蓋嘅獻支郵票呢，即係顧名思義，之前呢係一啲繁龍票上邊呢，就加蓋咗個郵籤，咁個郵籤呢，就作為一個獻支郵票，咁但係就唔係全部嘅繁龍票都有加蓋嘅，佢只係得半分、1分、2分，同埋呢4分、5分同1毫子。好啦，咁之後呢，就再印刷咗真真正正嘅獻支郵票啦，係一個專用嘅獻支郵票。咁我哋通常呢，就叫呢個做倫敦一版嘅獻支郵票。好啦，呢個倫敦一版嘅獻支郵票呢，咁佢呢就會用呢凹版嘅印刷嘅，凹版印刷。咁個面值呢，就分別有半分啦、1分、2分、4分，仲有5分、1毫、2毫同埋3毫子。咁其實你可以見到個面值呢，就算新同舊票呢，咁其實都唔係話太貴嘅啫。呢個係美金嘅價錢。好啦，咁之後呢，就跟住呢，就最後一版就係我哋叫倫敦2版嘅獻支郵票。咁大概呢，喺1911年嘅時候呢，就喺英國印刷完之後就付運去中國。咁只係得1分同2分呢，係運到去中國嘅啫。當時咁即係話呢，只係得1分同2分呢，係有機會被用過嘅，即係話可能有加蓋啊，或者係有郵戳啦。好啦，咁而剩翻落嚟嘅半分、4分、5分同2毫子呢，咁當時基本上未運到去中國，未發行嘅。咁所以呢，我哋有可能會見到呢4種嘅新票。咁個價值當然相當高啦，因為基本上未發行啦。咁而我哋大部分可能會見到呢類票係點嘅呢？如果你係有個郵戳嘅話呢，咁而喺個面頭又冇加蓋任何嘅中華民國嘅字樣呢，咁呢啲好多時都有可能係假票啦。咁好啦，咁大概1942年到啦，咁當時其實都仲係即係民國啱啱建立啦，咁但係仲有好多其他嘅不明朗啦，咁所以呢，有啲各地嘅省市呢，就會印住臨時中立啦。咁因為呢，驚可能會唔會第時又會變翻清朝啦。咁但係就印咗臨時中立字樣嘅票呢，當然個價值比較高啊。而印製臨時中立嘅字體呢，咁亦會有係個郵籤呢，亦會係有紅色同黑色，有唔同嘅字體。咁而個價錢呢，你可以見到啦，都相當貴嘅。因為當時只係印製咗冇耐呢，就被反對發行，所以呢就停售。咁除咗紅色加蓋，頭先所講嘅黑色加蓋呢，亦會係有。咁但係呢一類嘅價值呢，或者個數量都係比較多少少。咁之後呢，民國自己呢都出咗倫敦一版嘅獻支郵票。咁呢個我哋遲啲再講啦。咁我哋首先呢要睇一睇啦，頭先講獻支郵票，咁點樣去？好啦，咁我哋要睇個獻支郵票真假呢，其實比較容易嘅。
首先佢價值唔係咁高啦，同埋佢有個價值就係一個粒版印刷啦。咁粒版印刷要求印出嚟之後個郵票呢，如果你放大嚟睇啦，我或者我放大俾大家睇下啦，你會見到啲字體係突出嚟㗎，字體係突出嚟㗎，啲網紋都係突出嚟嘅，嗱好清晰嘅。嗱，無論係一版或者二版，因為佢哋用緊都係同一個技術去印刷，咁所以你見到呢個文狀都好清晰嘅。好多謝各位。其實都唔係話太貴嘅啫，呢個係美金嘅價錢。好啦，咁之後呢，就跟住呢，就最後一版就係我哋叫倫敦2版嘅欠支郵票。咁大概呢，喺1911年嘅時候呢，就喺英國印刷完之後就付運去中國。咁只係得1分同2分呢，係運到去中國嘅啫，當時。咁即係話呢，即係話只係得1分同2分呢，係有機會被用過嘅，即係話可能有加蓋啊，或者係有郵戳啦。好啦，咁而剩翻落嚟嘅半分、4分、5分同2毫子呢，咁當時基本上未運到去中國，未發行嘅，咁所以呢，我哋有可能會見分同1毫子。好啦，咁之後呢，就再印刷咗真真正正嘅欠支郵票啦。係一個專用嘅欠支郵票，咁我哋通常呢就叫呢個做倫敦1版嘅欠支郵票。好啦，呢個倫敦1版嘅欠支郵票呢，咁佢呢就會用呢粒版嘅印刷嘅，粒版印刷，咁個面值呢就分別有半分啦、1分、2分、4分。仲有5分、1毫、2毫同埋3毫子。咁其實你可以見到個面值呢，就算新同舊票呢，咁見到呢4種嘅新票，咁個價值當然相當高啦，因為基本上未發行啦。咁而我哋大部分可能會見到呢類票係點嘅呢？如果你係有個郵戳嘅話呢，咁而喺個面頭又冇加蓋任何嘅中華民國嘅字樣呢，咁呢啲好多時都有可能係假票啦。咁好啦，咁大概1942年到啦，咁當時其實都仲係即係民國啱啱建立啦，咁但係仲有好多其他嘅不明朗啦，咁所以呢，有啲各地嘅省市呢就會印住臨時中立啦，咁因為呢驚可能會唔會第時又會變翻清朝啦，咁但係就印咗臨時中立字樣嘅票呢，當然個價值比較高啊。而印製臨時中立嘅字體呢，咁亦會有係個郵籤呢，亦會係有紅色同黑色，有唔同嘅字體。咁而個價錢呢，你可以見到啦，都相當貴嘅。因為當時只係印製咗冇耐呢，就被反對發行，所以呢就停售。咁除咗紅色加蓋，頭先所講嘅黑色加蓋呢，亦會係啊。咁但係呢一類嘅價值呢，大家好，咁想介紹下呢清朝嘅欠支郵票。咁清朝嘅欠支郵票呢，就主要有3種。咁首先呢，就係之前用一個繁龍加蓋嘅欠支郵票。咁繁龍加蓋嘅欠支郵票呢，即係顧名思義，之前呢
喺一啲繁榮票上邊呢，就加蓋咗個郵籤，咁個郵籤呢，就作為一個欠支郵票，咁但係就唔係全部嘅繁榮票都有加蓋嘅，佢只係得半分、1分、2分同埋呢4分、5分。